借錢嘅時候就朋友，還錢嘅時候就係仇人嚟噶啦。有乜嘢係唔可以借㗎？有4樣嘢咧就係唔可以借嘅，借咗咧唔係仇就係禍啊。首先咧就係身份證，身份證咧嘅重要性不言而喻啦，佢絕對唔能夠外借。要知道啦，僅僅一張身份證就能夠俾別有用心嘅人咧攞去做好多超乎想象嘅事。現實中咧係有太多人啊糊裡糊塗、名其妙啊俾人戴咗對銀手環啊，嗰陣時佢自己都唔明白，究竟發生咩事啊？我做錯咗乜嘢啊？呢啲往往就係身份證啊俾濫用導致嘅悲劇結果。汽車咧亦都千萬唔可以借，先唔好講啦，日常使用中嗰啲磕磕碰碰嘅小損傷，一旦發生咗重大嘅事故啊，情況就變得好棘手噶啦。借車之人咧，如果反面唔認賬嘅話咧，所有嘅責任咧，都係由車主自己去兜底承擔嘅咋，其中嘅風險咧就實在太大啦。人情咧亦唔可以輕易咁出借噃，比如同人擔保啊，貸款呢啲涉及人情嘅事，一定要慎之又慎啊！但對方唔能夠準時還款，咁所有嘅本金啊、利息啊，同埋違約金等等，都全部落晒你嘅頭上啊！等你陷入經濟困境，最後錢都唔可以隨便借俾人啊！借錢嘅時候就朋友，還錢嘅時候就係仇人嚟噶啦！因為喺金錢面前咧，人性往往會面臨住巨大嘅考驗。還錢嘅過程中，各種各樣嘅矛盾同埋糾紛。大家一定要牢記八姑今日嘅提醒，喺涉及呢4樣嘢嘅時候，要謹慎對待，唔好俾自己同無盡嘅煩惱啊！認為呢條視頻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轉發俾更多嘅人睇啊！